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上新统计全台湾有300外公所有设调解委员会，将近3成捌处理过长照相关的议题，一半以上拢是财产甲费用安怎分配的问题。关怀总会是表示讲，伊嘛有提供家庭照顾协议的线顶服务，有律师、社工会当协助，所以鼓励民众有问题嘛会当来线顶咨询。53岁妹子无结婚，专职照顾80多岁半岛床的爸爸，也加70多岁有重度精神疾病的妈妈，将近30年个人照顾的生活，互伊身心疲劳。几落年前，因为厝内漏水需要修理，向住伫外县市的阿兄提出分担费用的时阵，得不到善意的回应。后来向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提出家庭照顾协议线顶的法律服务，才总算甲阿兄和解，并协议出2个人拢会当接受的方案。我哥哥说他掏不出钱来，那修妈妈的房子我要代垫钱，我怎么样有法律的保障？律师就帮上忙了，所以我们就成功的完成了协议。不过，不是所有长照家庭拢这么幸运。家总今年5月，针对全台湾367位向顶市区公所调解委员会进行调查，将近3成的委员捌调解过照顾相关的议题。其中争议上侪也是财产费用安怎分担占5成2，有4成4会当成功来开会，有4成2会当调解成立，平均爱用2.8届来调解。长照2.0有什么的时候，大概1成左右可以清楚的讲到长照自保险或是它内涵大概有什么。关于抚养议题的争议，虽然在线上的咨询只有10件但是我们每年受理的抚养争议案件已经接近4000多件。家总指出，伫法扶基金会的协助，108年推送家庭照顾协议线顶指引工具，民众若是符合有要求亲人担照顾这个动机，至少有1个以上的亲人愿意讨论这个条件，就会当到家总的官网去申请。伫律师甲社工等人协助，召开线顶家庭会议，协助长照家庭完成照顾共识甲公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